台語字真趣味，鄉親啊，今仔日來講東西亞甲大細線，台語安尼寫，東西亞大細線。先來講東西亞，華語的祖字，台語就是東西亞，東西亞就是兄弟仔的某，阿兄的某是阿嫂，小弟仔的某是小姊媽，這個阿嫂甲小姊媽就是東西亞。有的東西亞感情真好，比姊妹仔閣較親。但是有的東西亞袂輸是冤仇人，相拄頭攏有捌咧相借問。閣來講大細線，華語的連襟，台語就是大細線。大細線嘛使講東門，姊妹仔的翁就是大細線。這個阿姊的翁是姊夫，小妹仔的翁是妹婿。這個姊夫甲妹婿就是大細線，就是東門。因這兩個東門大細線真大馬，不時就小少去食兩杯。連講招你的大細線來阮兜泡茶。今仔日的台語字，東西亞大細線實在真趣味。